如果你直接同小朋友講收電話啦，喺呢場同小朋友嘅心理博弈入面，你已經輸咗。你一定試過，當你一攞走小朋友部電話，佢即刻成個人崩潰、尖叫、發晒癲咁。其實並唔係佢有問題，問題係你每一次收佢電話嘅時候，其實都喺間接訓練緊佢上癮。但點解？好少人會講，記住斷崖式叫停。當你突然叫停，小朋友個腦入面，你直頭係搶走佢嘅快樂。結果係點？下一次佢會更癲。有心理學家講過，行為係要被強化，而唔係被命令改變。你越硬要搶，佢會越想要。以前我一收小朋友電話，佢會大發脾氣。而家我講一句，佢會自己識停，因為我改咗一樣嘢，我叫呢個方法做預告式收機。第一，提前講，我會話仲有5分鐘就要收。第二，俾選擇，我會話你想玩多最後一局，定睇多最後一條片。第三，倒數，我會話最後10秒一齊數。但最關鍵其實唔止呢3步，而係點樣溫柔而堅定咁表達。如果你表達錯，小朋友一樣係會爆。唔知你哋平時會點收小朋友電話？留言話我知。